邊個屋企有咁樣嘅必打佛牌攞俾我，最低我收港幣5位數或者以上。拍別大震波爽兩幣爛經書版本，今日喺我手上邊嘅呢一塊咧就叫做珍寶二，亦都係其中之一款師傅開光時間最長嘅拍別大。咁珍寶二究竟應該點樣睇真假呢？第一個點，我哋拎起塊牌，首先要對牌帽，究竟佢啱唔啱？睇拍別大嘅手指，佢嘅拇指會有一啲好似突出嚟咁樣嘅嘢，手指咧好清晰嘅。如果假嘢咧會蒙嘅。跟住第二個位，袈裟咧係兩條線，好清晰嘅搭落去個佛身左邊嘅手臂嗰度。如果假嘢咧係好粗嘅，仲有其中之一個點，響個佛嘅腳趾同埋個手踭位中間會有一點突咗出嚟，跟住再落嚟正面個佛嘅腳環呢度兩條線咧，亦都係會好清晰嘅平衡。符通唔會特別黑，一眼可以望到係緊符通，而且如果側根照過嚟的話，佢一定係扁嘅。我呢一塊咧係浸聖水版本，即係師傅有將佢浸落啲聖水度之後先至念經開光。反轉塊牌後邊呢一個印龍布多嘅符印，啲字一定要夠清晰。同埋通常90%或者以上，響牌身嘅12點至到2點鐘嘅位置，呢一度都會有一啲邊，而且係唔拍嘅，好似啲脆邊咁樣。而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變形點，如果你哋將塊牌打橫響佢牌身嘅上方，會有一條條嘅牌帽線，假嘢咧係冇嘅。最後一個點，如果浸聖水的話，普遍都會有嘅。牌身嘅右邊，我哋睇嘅左邊呢度會有少少凹落去。如果你哋屋企任何人都有龍布多屈8路千 P 嘅拍別大常出樣的話咧，下邊有我嘅電話同埋 WhatsApp，send 圖片過嚟，即時報價，可以現金同你回收。多謝你哋，求百觀卡。